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2章。你若看到同胞的牛也是羊迷路，毋通踮无看见，一定着互伊倒转去恁的同胞遐。恁的同胞若离恁真远，也是恁毋捌伊，就着牵转去恁兜。留伫恁遐，听候恁的同胞来找才行义。恁的同胞若拍毋见驴，也是衫，也是其他的物件，毋通踮做无看到。恁若捡到，拢着照安尼做。你若看到同胞的驴，也是牛伫路边跋倒，毋通踮无看到，一定着帮赞主人甲精生扭起来。妇人人毋通穿查甫人的衫，查甫人嘛毋通穿妇人人的衫。所有安尼做的人，是上主恁的上帝厌恶的。你若伫路边看到鸟仔兽，无论伫树顶，也是伫涂骹，内面有鸟仔囝，也是鸟仔卵，鸟母底鸭鸟仔囝也是孵卵，恁毋通掠鸟仔囝煞掠鸟母，恁通掠鸟仔囝，毋过一定着放鸟母去，安尼恁就通享受福气，食长岁寿。恁若去新厝，着伫厝顶做栏杆，才免有人对遐跋落来摔死，恁就着承担责任。毋通伫葡萄园野第二种种子，恁若安尼做，葡萄甲所野种子的收成，拢归圣所，袂当家己用。毋通用牛甲驴挂共一个担犁田，毋通穿羊毛甲幼麻合做伙织的衫。恁满外衫着伫四角头做手。处理婚姻纠纷的条例，人若娶某甲伊同房，后来无爱伊，甲伊诽谤，破坏伊的名声，讲我娶即个查某甲伊同房，发现伊毋是在室女，查某囡仔的爸母着摕查某囝在室女的证据出来，带去迄个城广场的长老遐。查某囡仔的老爸着对长老讲：我将我的查某囝互即个人做某，伊无爱伊，伊诽谤我的查某囝，讲我发现你的查某囝毋是在室女，恁看，这是阮查某囝在室女的证据。爸母就将迄块布摆伫迄个城长老的面前，迄个城的长老着甲迄个人抓来处罚，嘛着甲伊罚114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因为伊有破坏以色列的在室女的名声。查某囡仔犹原做伊的某，迄个人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。这个人控告的若是事实，查某囡仔无在室女的证据，因着掠迄个查某囡仔去因老爸的厝的门口，城内的人着用石头甲伊钉死，因为伊用以色列做见笑的事，伫因老爸的家行淫乱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老人甲别人的某困，迄个查甫甲迄个妇人人拢着互死，安尼就对以色列的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若有在室女已经甲人订婚，有查甫人伫城内拄着伊，甲伊困，恁着掠这两个人去广场，用石头甲因钉死。因为即个查某囡仔伫城内无法救人，即个查甫人凌辱别人的某，安尼恁就对恁中间拄起迄个邪恶的事。然后查甫人伫野外拄着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甲伊强奸，简单迄个甲伊强奸的人着死，毋过毋通办迄个查某囡仔，因为伊无应该死。这查甫人做的代志，是亲像人起来攻击伊的厝边，甲伊杀死共款。伊伫野外拄着迄个已经订婚的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虽然喊救人，嘛无人救伊。然后查甫人拄着还未订婚的在室女，甲伊掠地强奸，互人发现，迄个甲伊强奸的查甫人，着摕570公克的银，交互查某囡仔的老爸，搁着带伊做某。
一世人袂用得甲伊离婚，因为迄个查甫人已经甲伊凌辱。人毋通带老爸的某拍拉三伊的老爸的眠床。